继续关心台中的检调有接到检举，讲有记者和学者收中国的钱，伫2024年咱的总统大选期间去做总统大选的假民调。这个案昨昏2审宣判，推翻1审的判决，判这2个人拢犯反渗透法甲总统、副总统的选罢法。 2024年的总统大选早就结束啊，但是台中检调接到检举，检记者和指动新媒体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任的林宪元，含讲家己是民调专家的退休的副教授苏芬华，收中国官方人民票13万外，而且接受指示，继续搞摆不实的总统大选的民调。1审2个人敢若红判违反总统、副总统选罢法，台中高分以2审第2日改判，2个人佫涉犯渗透法，对判决民众看法无同。如果有外力介入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就要去思考一下它的正当性，就是是不是合理这样子。我们一般民众的生活如果不会因这样而被影响到，是无所谓的。对，如果说你是政治者立场，那就不一样，那就是政治有政治的需求嘛。林宪元表示讲，会等收到判决的主文了后，才和律师建议来提出上诉，争取清白。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是认为讲，台湾的选举过去一直出现假民调，不管是收受国外的势力，还是政党的钱做假民调，都应该法办，才会当卖互乱象佫出现。不管你是收中共的钱，或者收美国的钱，任何国外势力的钱，或者你是收政党的钱去做这个假民调，我觉得都应该办，因为我们过去这种所谓的选举假民调，其实一直都是充斥的。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嘛肯定2审的判决，认为讲1审无够严谨，无用反渗透法的判刑无法度认同，建议司法院建立专职的国安法庭，守护国家的安全。司法院应该建构专业的国安法庭，专责来处理相关的共谍啦、涉犯反渗透法、国安法、国家机密保护法、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等相关的法。那让专业的法庭来做好国家安全把关的工作。台中高分院的判决逆转，认定林苏2个人涉犯反渗透法和总统、副总统选罢法，分别处9个月和6个月有期徒刑，褫夺公权2年，但是所会当假罪2年，专案阁会当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